曾有讀者對我講，睇康和健文章有時頗為吃力，因為其中一啲學術上嘅解釋牽涉到專有名詞，而且錯綜複雜，唔容易明白。我好了解呢種心情，但為咗令各位能夠徹底地知道一啲現象嘅成因，我往往需將內裏嘅來龍去脈剖現出嚟，俾大家睇個清楚，在所難免。請各位耐心一點點睇，其實並唔深奧。風疹同過敏性腸症候群呢兩種情況都同肥大細胞 mast cell 有關。從一個病理嘅角度說明，具體出事之源嚟自類胰蛋白酶 tryptase 及組織胺 histamine。今日我哋走近一啲，仔細睇下。肥大細胞乃係免疫系統內各類細胞嘅一種，喺免疫系統呢個人體防禦軍內，佢係一個兵士。呢個兵嘅裝備包括所謂細粒 granule， 亦就係一啲囊泡 vesicle， 內果分別藏有各式各樣嘅物體，喺適當時間可以分泌出嚟應用。類胰蛋白酶係分泌物嘅一種，當佢走出嚟，再附上皮膚神經細胞上嘅蛋白酶提動接受體 Proteinase Activated Receptor PAR 之時，會促使神經細胞分泌一種叫 endovannuli 嘅神經傳導物，造成痕癢嘅感覺。順便一提，傷口復原時，我哋感受到嘅局部痕癢感覺，亦係源自 PAR， 因為復原時有凝血酶參與重建工程，凝血酶刺激 PAR， 目的係挑起痕癢嘅感覺，令傷者多點注意受咗傷嘅部位。係乜嘢嘢促使肥大細胞分泌類胰蛋白酶嘅答案，包括酒精、紫外線、溫度嘅突變，以及情緒方面嘅壓力。肥大細胞喺身體多處駐守，包括牆壁。喺牆壁上嘅肥大細胞若分泌咗類胰蛋白酶，呢啲酶會黏喺牆壁平滑肌同腸細胞嘅 PAR 上，一方面令平滑肌收縮抽搐，另一方面令腸細胞分泌水分，於是會造成腸絞痛及急性肚瀉。組織胺係化學傳導物質，亦存於肥大細胞，佢能直接令微絲血管舒張。當皮膚中嘅微絲血管舒張，血液中嘅紅白血球及水便會滲到皮膚，但皮膚困住水分，唔俾佢走。水分皮膚中形成水泡，刺激皮膚中嘅神經，帶嚟痕癢。風疹患者忍唔住用手抓破咗嘅皮膚，令被困嘅水分可以慢慢滲走，於是止痕。另一方面，分泌喺牆壁中嘅組織胺會刺激牆壁分泌水分，從而導致肚瀉。